1998年3月初3，军警针对失事的德安航空贝尔水2型直升机展开72点钟的搜救行动。如果这直升机要遇上这个空难的话，掉海的话，这应该是很渺茫了。 这台失事的直升机是签约的厂商要求伫暗时航行进行载送伤患的演习，结果不幸失事坠海，造成机组人员3人死亡，是德安航空创办以来第一场飞安意外。2004年3月初3 ，NOD 开台改变观众看电视的习惯。中华电信 MOD 数位互动电数服务的开播，就是印证政府推动 绿色系统数位台湾的丰硕成果。NOD 让观众看影片时，无受到电视播出时间的限制，会使自由选择影片的内容。16年了的即马，用 NOD 的人已经超过200万，服务和功能嘛愈来愈多，观众伫看节目的时有更较侪选择。